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久做久讨食，比做比爬壁”。伊的意思是讲，个人无用个人的代志，无相干，嘛无交叉。这句俗语会使用伫咧无同的状况，比如讲，做工课的时阵，就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互相无交了。另外一种用法是摕来形容人较自私，明明爱众人协力做的代志，有人煞干那顾伊的，无得管别人的死活。做好家己的代志是本分，若想要甲众人完成一个事业，需要大家互相帮助甲支持，就毋通有久做久讨食，比做比爬壁这款的想法咯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